啊
信，哎呀，来信，老爷来信啊！哦。老爷心上这些什么？老母不但断了财路，还责备我不思进取，误了公义，叫我同生为家。好，那我就去准备准备，大典接早为长罪。回来，谁说我要为家？哎，老爷的话不可不听啊！功名为君，希望为贼。现在还不是为家的时候。公子，你家事老爷正再三叮嘱，在外不可拖连居身，荒废乐业。半年来收得万两银子都快用完了。老爷如果知道真情，还不帮我。当时公子烟花几元，不是举例之题，我还是回家去吧。哎，你懂得什么？我曾愿我对牙心，是我平生之言。你只有完了。哎，你叫我继续前来嘛？公子，还不快去！你。妈妈，沈公子，妈妈，银子哪来啦？妈妈，今日来得匆忙，微臣带着银子，我明日不要讲笑话来，沈公子。听来信讲，你带来的1万两银子已经用完了，哪会有什么银子啊？妈妈，今天我把这些帖子寄了，亚西就要当班上香草接
西他不能去呀？为啥不能去呀？他是我的。沈公子啊，你遇见亚仙是你的，你没遇见，他就不是你的了。妈妈，亚仙他是不会去的，你把帖子推回去吧。沈公子啊，我这王成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时时刻刻进进出出，哪一次不要花钱呐？这哪有人资紧张？你叫我们怎么过日子啊？这钱嘛，哪来？哪来呀？哎呦，妈妈，这件纸雕就掐着千金，你先拿去，定当了吧。除了这些纸雕具，这件的又只有那匹五花马了。妈妈，那位公子对亚西一片心意，今天我就不叫他出门陪客去了啊！多谢妈妈，亚谢亚谢。公子，姐姐是为什么？亚谢他病了，姐姐是感到身体不适，心气不顺。快去请郎中先生。哎呀，张公子啊，心气不顺，只要喝了麻将汤，暖暖就好了啊。马上他，我的五花马拴着要走，把他杀了。公子，五花马身价高，是你的手机不能赡养。哎，只要能治得亚血之病，一匹五花马又算得了什么？妈妈，拉出去，杀了！好，好，我马上派人去杀。妈妈，姐姐，亚血，小妞，你快叫妈妈不要杀马，把这些银子给她。哎。亚血，陈郎，你为什么要杀五花马？你身上的纸雕具呢？叫妈妈跌了。陈郎，亚血，亚血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呀，陈郎，亚血。因为我不信纸雕具，你为我怀后怎办你？你为我不信。
能和一个清冷女子结为夫妻？雅欣，我定要娶你为妻。来信，来信，来信，你名字接到没有？你接到没有？哎呀，那你还不快想想办法，发什么呆呀？接不到名字，妈妈又要催他，怎么办？公子，回家去吧。不，我又无了靠近，事情又是两岁苦苦，老夫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看来你逃得过命，才回家劝说老夫迎娶雅欣。你要去烟花女子，公子，他们爱的都是奸啊！不，雅欣不是这种人。你呀，你靠近不了，反了名字还了，纸条去点了，五花马杀了，他妈妈万是催的名字，哪有什么经历？公子，离开他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不，我不能没有雅欣。你也不去见，我自己去想办法。公子，沈家都是女子，一个老当子，得以为妻妾于你，谁把我
怎能忍心将你？不，我不嘛！这银子我不能要，我不要。公子，来信拜笔，来信，来信，剑都画完了，即将把他滚出门去嘛！哎，亚谢对他精神一动，你看他剑都用完了，反要他知道王才能怎样他，真的做起不起来的呀！哦，你不知道，他父亲原是太守，我是屡遇屡不得，管与管不成。贾谊呀，你是我们姐妹中的女子个，你倒有他的旨意。这件事嘛，甚难也难。贾谊，这不难，倒也不难。你快说。好，你就快我的。
你真的要他钱？要是我不答应你，那么就将他抛上刀。娘亲，你是诚心良苦。娘亲，娘亲。我们老爷紧紧所责，老夫人陪同前来，不想得病身亡。你到灵前哭灵唱曲，唱得好，老爷余伤。是。不知是什么老爷夫人。许是夫人，况且许是夫人之灵位，长久太心，不敢拘礼。母亲。
你为何落得此模样？为父亲你的1万两银子到哪里去了？弟弟，快讲，快讲！呀，心。
在失去母亲的面上，鸟儿也明白。留着你的性命做什么？伢儿出去虚伪压小，侍奉爹爹，终老千年。呸！你死也忘不了那个妓女欺死母爷的。我们兄弟两个人就去当个联想，这个热闹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快走！哎，对，哎，这个头一下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哪里来的一条腊米狗？腊米狗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阿哥，不是腊米狗，好像是个人哎。啊？喂，喂。啊，阿哥，好像是个戏人哎！你让我来看一看。喂，喂，啊，好像是过了小周兄弟嘛。小周兄弟啊！哎呀，看他满脸是血，浑身是伤，哎呦，可能要是被人打死的了。真是可怜啊！连块棺材也没有，要是被牙狗吐去吃了，真是死了还要受罪。哎，阿哥啊，我们做好事，把他掩埋了吧？哎，好，我们一起动手。来，我来啊！阿弟呀，啊！
怎么了？阿哥，是你我做来噻。啊！侬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让我来考考你去。哦。哎，好像还有一口气，跟哪个弄弄呢？阿弟呀，送到西天，巨人就在眼前，我们把他带回去，说不定啊还有救你。对，上天当巨人一命，身遭七级围堵。哎呀，瓜哥，要是救活了，那个样样意呀？哎呀，就是多长嘴巴，俺吃啥，伊吃啥，掏得多嘛吃得多，掏得少嘛大家我逃避。哎呀，小郑兄弟呀，要是救到我们是侬的运气，要是救不我，俺兄弟两个人也进了你去了啊！来，我跑头，侬带家。好。来。
陈老弟，陈公子找不到了，你是什么？小妞，小妞，陈公子已经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小妞，自从你这片走了之后，陈公子来了京都，成了花子姑郎。正好被上京最本的掌嘴太守陈老爷碰见，一怒之下就将亲生儿子我打死，好死荒郊兄弟啊，哎，快把竹棍敲起来！哎，不考呀，我倒比干！哎，来，快点来！我刚才教你姑爹啊，再来一遍！来，开了！来，妹妹叫来，不要急啊，妹妹叫，好好敲。
娘子，听
你长相不对，这书啊，我已经是托清了。陈郎，此古道前人隐门招生，读书之人不可私门。陈郎，你要用功啊！好，我托。自在船上哟，是真是不多少昼夜。哦，二更天了，娘子要什么也好在了。哎，娘子，陈郎，你振作精神，再去读一回吧。哎，娘子，陈郎，你可知读书要有三道？读书之人岂能不知？哪三道呢？言道、口道，哎，心道。那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？娘子，虽是我啊不肯用功读书，这都怪你那一双水灵灵的巧眼哟。那么一飘就把我世事无情的事全都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啊，是我让你分心了。哎，是啊。哎呀，那我还是先回房去吧。不，陈郎，哎呀，陈郎，陈郎，你有娘子陪着，我才会发奋用功呢。陈郎，那你就用功读书。好好好，我读嘛。从古到今，千颂未见，闻所未闻的好文章。哦，娘子，我念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念给我听听。念。望春花枝灿烂兮，叶子脱须，却将枝叶离兮，有女却能眉目盼兮，马蹄双垂影子，秋波荡兮，花袖烟落玉尘。须知
王将相顾失色，其实为我挽手情深。梦寐女子情来，是功名是粪土，得佳人之顾盼。情深深之欢心，读什么诗书无尽，要什么金榜题名？内谋盼兮，不愿走一。
不就想就是改不脱。哎，阿哥啊，现在我们有银子了，你再想做点啥事情啊？哎呀，开办米店，好让这边穷朋友吃上几顿把米饭。哎，阿弟，你呢？我啊，我要开个酒店，要让这帮穷兄弟痛痛快快的吃上几套碗。小郑兄弟中了状元，听说礼部天官要把女儿许给他，他都不答应哦。可是小郑兄弟讲义气，要娶王村里的李亚仙为妻。怎么说嘞？这野花女子，哎呀，要做上元夫人啦！到时候我们到上元府啊吃喜酒去。哎呀，这怕吃不成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小郑兄弟是天子门生，可李亚仙她是个野花女子，要是被礼部天官到皇帝面前告她一场，说不定啊，我要把小郑兄弟杀得为民呢。怎么说嘞？这状元官还是好当哦。所以说，富官一生情嘛。臣啊，这次春花灿烂之时，幸闻公子传功则归，亲邦纪念。公子不为亚仙之所望，怎不令人喜来自愉？亚仙，
一个为人亲近的青楼女子，没有无人之地，没有监视丑事，门庭啊！孟公子不计前责，同进院门，也心明观公子之深情，可是为了公子前程，也心不能不争。公子落魄之时，也心残酷同志；公子富贵之时，也心难忘空城。陈昂力气磨难，也心发自人怀反复，心无万分，自作品鉴。泰山压顶，红顶石头，门庭之门。爱我所谓之人，我虽之欲不能爱我所谓之人，我妻之身。为防别生不测，只能一心找金花公子，领其子，你替老板爷压心也这里被远走。不，亚兄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看见一位香艳的女子，可人看见我娘子雅仙，雅仙，雅仙。情意重，他是我救苦救难的大恩人，恩难报，情更深，愿我来生心上人，人生难得